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议题最近阁受到讨论。在正式转型进前，最近嘛有一寡无同款的展览伫遐展出。除了有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艺术创作来到遮展览，即马阁都推出蒋中正伫台湾的相关政治档案特典，这其中也包含着伊批示对政治犯就要加重判决的文件。 一张的政治案件批示是蒋中正执政时代违宪要求加强政治犯司法判决的案件，应用阶段性转型措施。中正纪念堂邀请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的教授司法官规划前总统蒋中正参台湾特典，展出各项外交、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也有党国主义的政治发展。白色恐怖时代足侪这冤假错案，但是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讲。 这代志，国民党高层不是不知道。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伫1958年成立，成立后就有一个报告，给蒋中正总统，甲说明讲台湾的人权面对什么款的问题。 伫戒严参动员戡乱时期，捌有人提出人权改革建议，但并无落实。终其尾，当时的台湾毋是民主国家。这蒋中正授权加重判决的文件，也是头摆伫中正纪念堂展出。促转会过去针对，比方说蒋介石怎么介入改判，3000多件的案件，6成以上是重刑，那他怎么去集党政军特全力于一身，甚至去介入大法官的这个会议有。 像这样的调查研究，促转会持续在做。叶匡令表示，过去有侪学术研究，即阵开放社会同齐讨论，以及相关法制的完备加修正建议，望各界做伙合作处理转型正义，一个重要毋过真恶解的议题。记者杨淑静、曾海文台北报道。